PEMF 嘅起源咧就係、呢個 Nikola Tesla 嘅。Nikola Tesla 咧喺上個世紀啊，1900年至1940幾年呢段時間咧，佢就有好多研究咧係關於電對人體嘅健康有啲咩影響，係可以醫到人體有啲咩病嘅。咁但係咧喺佢在生嘅時間咧，所有嘅儀器都係冇俾人用到，直至到幾時呢？直至到1980年代咧 ，FDA 批准咗第一批 PEMF 嘅產品。咁當年咧係要嚟治療呢個骨折嘅。咁 PEMF 其實最主要係一啲電磁波啦，咁佢有模擬地球嘅電磁場啦。另外一個俾人關注 PEMF 用品咧就係 NASA，NASA 咧就用咗4年嘅研究啦，就將 PEMF 呢啲儀器咧就擺上去太空俾太空人用嘅。咁點解要咁樣樣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喺太空裏邊咧，你離開咗地球，你根本你冇咗地球嘅磁場嘅。地球磁場其中有一嚿嘢咧叫做舒曼波。如果你個人離開咗個地球去咗太空，你所有磁場都冇晒㗎啦。咁點樣模擬翻你喺地球裏邊嘅狀況呢？就係要用 PEMF 去激活翻你嘅細胞。咁有咩用呢？其實地球磁場其中有一 part 影響到人嘅心理係有好多研究顯示呢，月圓嗰一日犯罪嗰個罪案率呢係會高啲嘅。月圓嗰一日咧，啲人咧係會比較緊張啊，比較脾氣暴躁嘅。好多犯罪嘅時間都係月圓嗰一日嘅。咁點解會咁樣樣？其實同個引力同埋磁場係有關係嘅。好多研究已經講過㗎啦。但係太空人去咗太空，你完全冇晒磁場嘅影響，咁會發生啲咩事呢？對健康就好大問題啦。譬如你會骨質疏鬆啦，你肌肉會流失啦，你個認知會有障礙啦。個人會有 anxiety，會有焦慮啦、抑鬱啦等等，仲有好多問題嘅。即係太空人上太空就有咁嘅問題。咁 NASA 就用咗 PEMF 呢個工具，呢個電磁場脈衝電磁場嘅東西，就俾太空人用。尤其是佢哋一 land 翻去地球嗰陣時咧，佢哋嗰啲細胞嗰啲電荷咧亂晒龍嘅，就要用 PEMF 噶啦。咁其實 PEMF 咧解決到好多問題嘅，我依家慢慢講。我首先講下乜嘢係 PEMF 先。PEMF 就係一個咧脈衝電磁場。咁佢係咩東西呢？脈衝電磁場咧就係有個 Hertz 嘅。咁大家聽住先嚇。咁就由1 Hertz 到1萬個 Hertz 嘅。個波長咧就由6.2英里去到62000英里嘅。咁呢個係大家聽下先，有個 concept 先。之前我有一集講過，有乜嘢叫做 EMF 電磁波。電磁波就對人體係有害嘅， PEMF 咧就係對人體有益嘅。咁點解電磁波會對呢個人體有害呢？電磁波個 Hertz 咧就平均係1億 Hertz 嘅，波長就1米嘅啫。咁大家聽到一頭霧水，唔知我噏乜嘅依家。我俾一幅圖大家睇，大家就會明㗎啦。左手邊就係呢個嘅 PEMF 嘅 wavelength， 即係個波長。佢係模擬地球本身佢原有嘅波長嚟嘅。個波長好闊好大嘅，佢個 Hertz 咧亦都係好低頻嘅。咁但係一路呢幅圖一路向右睇，佢如果個波頻越嚟越密咧，即係話佢個波長越嚟越短，你睇都睇到嘅。嗱，點解微波爐會可以整熱啲食物？就係因為佢個波長好短，能量好高。嗰個分子同分子之間咧，個食物分子咧互相摩擦就會產生熱，咁你嚿嘢就會煮得熟。原理係一模一樣嘅。如果你個 Hertz 越嚟越高，同埋嗰個嘅波長越嚟越短咧，如果你長期吸咧，就一定係有害嘅。你應該係模擬翻左手邊呢個嘅波長咧，波長要夠闊，跟住個 Hertz 要夠低。呢個咧就係本身原裝喺地球裏邊咧。嗰個波長同埋個 Hertz 嚟嘅。如果人體係同個地球嗰個 Hertz 係一模一樣，或者係跟得好貼嘅話咧，你身體嘅病咧起碼少1/3嘅。咁我陣間會再解釋。咁好啦，一個人咧正常嘅人體每一個細胞佢都有電嘅。咁個電個 voltage 咧大概係70到100個毫伏，即係非常非常低電流嘅。咁30到50個毫伏嘅人咧就有慢性病噶啦。咁如果15到20毫伏嘅人咧，大部分都有癌症啊。咁大家 get 到健康嘅人70至100，慢性病嘅人30到50，
癌症嘅人15到20。嗱，大家明咗呢個道理先，即係話如果你細胞裏邊嘅 wattage 個伏特越嚟越低咧，你嗰個患病嘅機會就越嚟越高嘅。咁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人體咧由腦部控制，譬如你而家你隻手要喐啦，係由腦部傳送一啲好微弱嘅電流，跟住刺激到你所有神經啊，跟住佢就先會識喐噶嘛。大家諗到就係，如果呢個電流弱嘅話咧，我所有嘢咪開始唔 function 咯。即係譬如我個腦想隻手喐啊，佢又喐慢咗咁樣，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道理嚟嘅。咁 PEMF 咧就可以將你嗰個傳